哦，龙胜宫呢，在兴国高中南边那里，在火车站到铁路平交道西边呢。新营火车站也有那个拜拜的，那不是土地公庙，那是来自于龙胜宫，龙胜宫啊，太子爷公庙，太子爷宫的营啊。庙一般有中营、东营、西营、南营、北营。中营是太子爷宫，太子爷宫在所谓的这里是太子爷宫的中营。哦，在镇守新营火车站那边，我庇佑平交道那边平安。在教师节的隔天后，还有绕境活动，赞助的单位还有这么多人，也是礼拜天呢。那前一个礼拜天是柳营代天宴，柳营代天宴的活动就是中秋节的前一天，这是礼拜四。那礼拜天，8月14礼拜天，下午1点半1点集合，2点3炮启程，从中山西路到成功街到徐美街，到走柳营到柳营路，到世贤路到仁爱路到中山西路。到东安宫到康乐街到柳营代天宴，因为中山西路可能是柳营的中山西路的回去找，这个可能是柳营的中山西路。